種直夢生圖啦，有陣時候個效果唔係咁好。原本參考圖係呢張啦，我想加返下半身短裙黑絲，但係結果呢，佢就淨係隻手臂套上絲襪效果。於是再加多個絲襪嘅襪子落去，咁佢係出到下半身，但係呢，就好嘅時候搞到一啲大頭娃娃嘅效果，非常之唔好。於是走咗去可寧嗰度，可寧佢做圖啦，用返同一張參考圖，但係呢個效果呢，就幾好啦，出得唔錯，達到我要求。跟住又攞返，但係由於可寧就生圖比較慢，同埋頁數耗費得比較多，所以呢，攞返呢張圖下載落嚟，作為參考圖呢，擺返落去直夢裏邊，咁直夢就能夠生出圖啦。但直夢嘅唔好處就係話，佢參考智能參考嗰陣時候呢，基本成個人個動作啊、表情不變，只係個提示詞裏邊嗰啲背景有變化，呢個係一個係咁好處。但係直夢嘅好處就係佢生圖速度比較快，同埋耗費點數呢係比較咁，所以攞兩個係互相去平衡一下呢，係一個唔錯嘅做法。